去时，寂寞难回，正是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1到36节。我们要先请集会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集我们来读圣经，就是恩膏每个人。主啊，求你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渴慕来到了面前，将全新的一天在你的面前摆上。你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谦卑恳求，求圣灵的带领的降临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圣经攻读，透过上帝的话语，使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神的安慰、鼓励和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读《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后半段，好，那么看到12使徒少了犹大，那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那彼得带领大家来发起要有一个新的使徒的诞生。那一个新的使徒的诞生是透过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也还有旧的使徒，就是犹大没有看重他的职分，以至于他失去上帝给他的呼召。那这个使徒呢的3个条件，要明白主耶稣出入来到人间出入的整个时段，从施洗约翰到他复活升天，还有他要参与门徒在一起，能够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那他们的方式是先透过推选选出2位，然后再经过众人的祷告，让主来拣选。那透过旧约摇签的方式，那当选出来之后，马提亚就是神的恩典，那最后就让这马提亚和前面的11位使徒同列，那就并列。那但是这是在五旬节门徒们受圣灵洗礼之前的模式。那今天我们要看第2章，从第2章，那今天这一段要讲到关于圣灵降临的情景。那我们这时候请集会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1到36节。五旬节那一天，信徒聚集在一个地方，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他们坐着整个屋子。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示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那时候有从世界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一听见这响声，一大群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大家非常兴奋，因为每一个人都听见信徒用他本地的语言说话。在惊讶诧异中，他们说：你看，这样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为什么我们个个都听见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说话呢？我们当中有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佛尼加、庞菲利亚、埃及和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来的人，也有从罗马来的，包括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除外有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们竟都听见他们用本地的语言
诉说上帝伟大的作为。他们又惊奇又困惑，彼此你问我，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竟取笑信徒说，这些人不过是喝醉罢了。这时候，彼得和其他11个属徒站起来，他高声向大家说：“犹太同胞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要明白，要留心听我的话。你们以为这些人是喝醉了吗？不是的，因为现在才早晨9点钟，这情形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奇异的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给我的奴仆跟婢女，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我要在天上显神迹，我要在地上行奇事，有血有火有浓烟，太阳要昏暗无光，月亮要像血一样的红。在主那伟大荣耀的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凡呼求主的人必然得救。以色列同胞啊，你们要听我的话。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很清楚的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向你们显现出来，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因为是发生在你们当中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早已决定，把耶稣交给你们，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大卫曾经指责他说，我时常看见主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至于动摇，因此我心欢喜，我的言语充满快乐，而我必小之躯能要息息在盼望中，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也不会容许你忠心的仆人腐烂。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你的同在使我充满喜乐。同胞们，关于先祖大卫的事，我必须坦白向你们说明。他不但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应许。上帝曾发誓要从他的子孙中立一个王来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一直上帝的计划，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他说他没有被撇下在阴间，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是这事的见证人。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并从他父亲接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大卫自己并没有升上天上，可是他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啊，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以上。好，谢谢几位长老。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第2章，是从耶稣升天后到了第50天。好，那50天我们知道在五旬降临节这一天
圣灵降临节这一天那后来有3000个门徒受洗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让这3000个门徒受洗？那不是只有圣灵单独的工作，还包括这些使徒们、门徒们的祷告。那很重要的还包括今天这一篇彼得他的演讲或是他的讲道，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不是只有单单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努力，那就会有人自动受洗。那我们来看五旬节因为比较长所以牧师就是讲的稍微精简一点。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那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响声仿佛大风，所以它是一个响声，但是它怎么形容这个响声呢？像是大风吹过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风响。那第二个呢，有舌头像火焰，那它要描绘的是舌头，但是呢，它把它形容像火焰一般，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火舌。那第三个呢，第4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那他这里要强调是才能，那这里这个第3条就是和本翻成口才。那是什么口才呢？能够说出别种语言的口才。所以五旬节那一天那他们经过了大约10天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那也在这当中选出了另外一位的新的使徒。那这里讲说忽然所以就是他们没有料到，那有风响，有火舌，然后能够有这个可以说外国语言的口才，那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好，那这样充满之后做什么呢？从这几张图呢，可以让我们来看到当时如何来用不同图来描绘这个风的响声，声音比较难画出来。那有火舌，就这个舌头形状像火，在每一个人头上，所以基本上呢都是落在这些的人头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话，不是大家安安静静，而是呢他们就领受圣灵的口才能力，说出各国的话。那昨天我们介绍这个马可楼这个教堂，那也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想象的画面。那这时候为什么会有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呢？就是因为五旬节，在犹太人他们一年要3次上耶路撒冷到圣地圣殿去守节，就是五旬节、住棚节，那还有这个逾越节，所以从比较早开始的是逾越节，那再来就是五旬节，那再来就是住棚节。那他们来的时候呢，听到这个响声，所以这个响声音呢，像风吹过，不是只有在这个马可楼里面，是连外面，甚至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都听到这么大的响声，哇，那是一个很巨大的声音，大家就会好奇，然后就跑过来聚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地方呢，可以到最后容纳彼得向至少3000人受洗，那加上120人祷告，那还不加上姐妹，好的话呢，那这么多的人，彼得如何？那一定是在一个广场，或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不可能通通都在这个在这个马可的家中。那他们就来了之后呢，听到说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乡谈，就是家乡的话，母语在说话，那就引起他们的好奇和兴奋了。那到底有几个人被圣灵充满呢？那大概有的人认为就是这12个，加上选出来的12个这个马提亚12使徒，有的人认为是那120个，那就放大10倍。那比较多都认为是那120位，120位。如果只有12位呢？好，等一下我们算一下。好，这里有15种的语言，那12个人讲还不够，还少3种。好，那这15个地方呢？好，那我们可以对照地图来看。好，前面1、2、3就是帕提亚、米底亚、以兰。
帕提亚、米底亚、以兰，好，都是在今天伊朗的地方，好，这是属于耶路撒冷的东边，从东边来的人。那第四个是讲到美索不达米亚，好，那是讲到这个伊拉克好的地方，那也是靠东的地方。那第5个是犹大，好，犹大就是算是在中间。好，那第6个呢，到第10个呢，好，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佛吕家、庞菲利亚，好，那这几个呢，都是在土耳其的境内。这个加帕多家、本都、加帕多家、本都、庇尼亚、佛吕家，还有亚细亚，好，那庞菲利亚，那这几个呢都是在土耳其的地方。那再来是埃及，那这几个算是在西边，但是还有更西的，那包括西南的埃及，好，然后呢再来提到的是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古利奈就是在北非，好，埃及在西边再过去，那这里是利比亚，现在中译本直接翻成利比亚。好，来的人，那最西边呢就是从罗马来的，好，那在这张地图的外边，罗马，那也是后来保罗要去的地方。那还甚至呢，这些都包括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这些聚集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一定都是犹太教的人，不一定是在犹太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裔，但是有归信犹太教，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来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他就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那还有呢，在地中海的克里特人和南边的阿拉伯人，所以克里特岛和在南边的阿拉伯人，所以如果以犹大为中心，前面4个是东边，那第5个巴勒斯坦是在中间，那6到10个土耳其开始是北边，好，那埃及、利比亚、罗马是西边，好，地中海阿拉伯是南边，好，那意思就是说这15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都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早上听到的响声，就好奇聚集。那接下来就是彼得上场了。好，那彼得上场，怎么样让这群好奇的人来守这个五旬节的人？好，那但是他们能够去认识耶稣，而且相信耶稣，还受洗信耶稣，这真的太厉害了。比我们今天做各样的布道会还厉害。好，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篇讲完，大家就愿意受洗。那我们来看，好，14节，彼得和其他11使徒就高站起来，好，所以这是这个祷告的人当中，12使徒站起来代表大家，然后呢，高声向众人说：犹太同胞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人，你们要明白，要留心听我的话。好，那表示呢，彼得要讲的话之前呢，其实他已经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彼得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表示呢，他已经明白了，懂了。好，在圣经耶稣所说的，甚至耶稣升天前所提醒的这些事情都成就了。好，那彼得呢，先引用这些犹太人熟悉的经文，就是先知约珥书啊，从17节到21节。这一段是引用自先知约珥，好，那约珥算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早期的先知，好，那在约珥书的第2章，好，那这里提到说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自己的灵浇灌，好，在凡有血肉之躯的。那这里包括2大部分，第一个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儿女就指下一代，好，那这里很难得，好，就是说把女性都放进来，好，那大部分都是看到儿子、父亲、弟兄，但是在这里的看到的女儿，好，女儿，所以在先知约珥的年代，那差不多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或是更早，那神他就已经预告了，好，要把他的灵浇灌在男男女女的身上，好，所以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没有性别的差异。那要说预言，好，和本翻说预言，那现在中译本翻成要宣告我的信息，好，意思就是说呢，要去传讲神的话，好，那就是讲，那传讲神的话，我们会把它看得太狭隘，只有牧师、只有传道才能传讲神的话，好，其实每一个人儿女，
好，只要有神的灵浇灌，我们都能传讲神的话，包括陪人读圣经，好，那与人一起共读。那再来第二类呢，是你们的年轻人和你们的老年人，好，所以这里少年和老人，好，都要见异象和做异梦。那这里提到前面是讲到没有性别差异，这里讲到没有年纪的差异，都要见异象和做异梦啊。好，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好，明白上帝的心意。那怎么明白呢？好，那他们明白不是突然睡觉起来，哦，我懂了，好像约瑟但以理解梦就可以解梦，不是，明白是因为他们听了道之后明白。所以这两组事情，就是儿女要出去传道，然后呢，不分年龄层的人都要听道，听了道之后呢，才能够明白。所以这是彼得，好，就是说他们已经听到明白，好，现在有人告诉他们，现在换他们要起来传道讲道，然后帮助人明白。那这是什么信息呢？好，约珥书后面的就是在18、19、20，也是约珥书后面提到的，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是末后的日子。然后呢，传道和听道，讲道和听道之后呢，神就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他的仆人使女，然后天上有奇事，地下有神迹。好，这神迹包括血、火、烟雾。好，那这个形容看起来是比较像是发生的战争。好，那不管是天上的异象，或是地上的这些神迹奇事，还有包括连太阳要昏暗无光，那这些呢，月亮要变为血，像血一样的红。好，那这都是这个在异象当中，好，不管人称它是日食，或是发生这个血月的这个天体的现象的事件，在主那伟大荣耀的日子，好，那个荣耀的意思，它是指显赫，好，就是很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呢，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在神迹，不是在天上的奇事，地上的神迹，或是太阳和月亮，重点是在比这些天上地下神迹奇事更大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显赫的日子来到，这些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的灵要浇灌，有神的儿女要来传道，然后各个年龄层人都要听到而明白神的心意。最后这些事情发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人可以求告主名，必然得救。好，那这个是彼得讲到的第一个铺陈，就是在末日求告主的都要得救。接下来彼得第二段讲到呢，从22节，好，那一路到28节。那彼得呢，好，先让大家都听懂了，在末日，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他们都读圣经，也知道先知约珥的信息，那要有一个主好来求告就可以得救。那22节彼得又继续对以色列同胞说，拿撒勒人耶稣。接下来他要介绍耶稣是谁呢？是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们有古利奈人、弗吕家人、犹太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帕提亚人。那这个耶稣是拿撒勒人。那上帝呢，神以他的神借着他行神迹异能奇事，就是把约珥书所说的那些天上的奇事，地上的神迹，好，那都借着耶稣来显现。这些事你们自己都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呢？那他们知道是因为才不久前，逾越节的时候，大概就是快2个月前，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也是来上圣殿来守逾越节。那在那段期间呢，就是刚好耶稣被这些罪出卖，然后被审问的时候，所以那一群围着比拉多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应该都在场，因为这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还不到2个月，还不到2个月前，57天，最多57天嘛，他们怎样迎接在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城。那这些你们知道的，因为他们都那时候听见耶稣，上帝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就是先知，预知，把被交予的人交给你们，但你们借着不法之人，就是这些出卖耶稣的文士啊、大祭司啊、祭司长，那包括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他。
24节，但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将死的痛苦来解除释放，让死亡不能在他的身上，使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死亡关不了他，所以他从死亡里面冲出来。那接着呢，彼得他简短的讲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25节，彼得继续引用旧约的诗篇。昨天彼得在祷告，我们昨天读的经文，彼得在祷告会当中，引用大卫的2首诗，应该说3首诗，41篇、69篇、109篇，来强调这个职分的重要。接下来他又引用大卫的16篇，诗篇的16篇，16篇是大卫的金诗，这里面提到他在我右边。这个右边就是彼得他现在看在五旬节那一天的场景，他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了。所以这一段诗篇呢，他把它诠释在这个场合，五旬节要报告的信息就是耶稣已经在神的右边，那使他不致动摇。所以我心欢喜，我言语快乐，我必朽之躯，仍栖息在盼望中，就是复活。因你不让我下阴间，也不容许你忠心的仆人腐烂，所以他没有跟死者在死亡当中。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你的同在使我充满喜乐。这现在多一本的翻译。那这首诗篇就是离彼得1000年前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到底看到什么，他知道什么。那我们可以去看诗篇的16篇，去知道这个是大卫他为自己祷告，他在建造圣殿的当中向神所求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写这首诗呢，却成了预言，而在五旬节那一天来实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所以彼得说：“同胞们，关于大卫的事，我必须坦白向你们说明，他不但死了，大卫这个人已经死了，也埋葬了，甚至他的坟墓，大卫的之墓还在耶路撒冷当中。大卫是个先知，他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神发誓这大卫之约，要从大卫子孙立个王来坐在他的宝座上。现在彼得在做事情，就连结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这是大卫之约，上帝应许犹大支派当中，会有大卫的后裔呢，继续在这个宝座上。那现在这个人是谁呢？出现了。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他说基督没有被撇下在阴间，他的肉体没有朽烂，就是这个在第2段呢，就是讲到说大卫他已经预先看见，也讲论一个基督的复活，而这个基督呢是从他的后代。如果按照我们华人观念来讲，我们的后代就是我们的孙我们的后代后裔，应该要尊重我们，不是我们尊重他们。但是大卫的诗篇不是这样，大卫的诗篇是在尊重他的这个后代，因为大卫深知这个后代呢是很重要的人物，不是普通的后代。32节，这一位耶稣，那现在呢彼得在做的结论，就是他讲到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第二个，大卫他们的这个所敬重的大卫王也在等候这位基督，而且这是基督要经过复活。那现在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已被高升在上帝右边，从他父亲所应许的圣灵接受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有关键字，就是复活还有在右边。那这都是在诗篇当中16篇所说的。你们现在所看到所听见的，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我们昨天有提到圣灵降临节不是第一次圣灵来，因为圣灵早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民数记的时候，摩西带着70个人要去山上的时候，他们都被圣灵所浇灌。那早在很多的这个耶稣出生之前，很多人都被圣灵所充满，包括施洗约翰的母亲，这个西面等等。那所以这不是圣灵第一次来造访人，但是呢这次来造访呢是一个大规模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因为过去圣灵造访人都是独特性的小规模的，顶多就是看到那70个长老被圣灵充满。但是呢，现在呢，从今天开始，这个圣灵是要在末后的日子要做大神迹奇事的工作，要让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只要求告主名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大范围全面性的救恩传道和听道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彼得呢用这个诗篇16篇现在他又用了诗篇110篇的第1节，那这也是大卫的诗。诗篇110篇的呢是讲到大卫他在想预言弥赛亚的诗那这一首诗很短但是诗篇110篇的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这里呢就是说主对我主，看到2个主，前面那个主很确定的就是神亚卫阿多奈上主，对我的主，这个我是大卫，主对我主说，这一段呢，其实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已经看到12章36节，耶稣自己也用这个来跟犹太人辩论了。那现在呢，彼得他就是被耶稣教过，所以他记在心里，他就把耶稣教过的话拿来对众人说，主上耶和华对大卫的主说，你坐在我右边。所以诗篇16篇坐在右边，上帝右边那一位是谁？他前面彼得已经证明就是耶稣。现在呢110篇说耶和华对大卫的主说，所以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脚下。所以彼得他在论证这一位基督耶稣呢，就是大卫的主，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预见的所期待的这位基督在大卫的后裔要接续大卫的宝座，这是大卫之约要实现的时刻。所以他们等了1000年，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就是他了。但是耶稣受难以前，很多人相信是，很多人不相信。但是现在彼得在五旬节这一天清楚的告诉大家，时机到了。最后一节，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就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就是彼得的结论。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论证。从第一段求告主名都必得救，第二段大卫预先讲论这个主的复活，第三段圣灵来通知上帝已经让耶稣为主为基督。那这就是这3个重点。这3个重点讲完之后，明天我们要读的就很容易懂了。哇，他们瞬间就明白。好，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除了读，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自己读完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清楚圣灵降临的过程和目的，而不是把它看得好像就是一个神迹或是一个神话故事，是一个科幻小说，然后呢就是一个想象出来，今天根本都没有关系。没有，我们今天都要讲到，也要听到，为了就是要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们可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第二个，我们是否能够明白彼得他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呢？彼得他如何让这些犹太人，这些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有旧约的基础，他们只要讲到大卫的事，都不用说第几篇第几节，他们一听就懂了。而且你看3000个人受洗，表示很多的人一听马上就懂。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要有施洗约翰来预备主的道，因为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你讲这个诗篇约珥书，他们连约珥耶稣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够马上懂？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能够让人来明白神的话。那怎么样来见证这位主就是大卫的主？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大卫吗？我们讲大卫，别人会明白吗？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借着圣灵的能力，好让人家可以去听见神的话，而相信耶稣就是大卫所说的那位主。第三个，我们是否能够看出大卫的诗篇1000年前大卫就如何来预告？那时候也没有脸书，也没有这些社媒，也没有这些社交平台，也没有很多的影片可以保存，但是他就是透过写诗、唱诗、敬拜神，这个故事自然就会有人去传颂超过1000年。
让彼得这时候呢很轻易的借着大卫的诗，借着约珥的先知的话，他就可以带领人来信耶稣。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带领人来信耶稣？我们也需要有这些的媒介，我们也需要有这些的材料，好，能够帮助人信耶稣。其实我们今天的媒介材料不一定讲大卫，但是我们可以讲马街在台湾，我们可以讲好这个马雅各，好，我们可以来讲好这个讲跟教会有关的事，好，来帮助人，好，看出这些都在神早就的计划当中。最后，我们自己是否相信上帝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呢？当我们相信，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那位在末日，在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可以使世人得救的。因为会有血、有火、有烟雾、有战争、有地震、有灾荒、有饥荒灾难饥荒。但是呢，不管马太福音24章说的这些的灾难，马可所提到这些的末日的情景，只要我们能够求告主名，求告主耶稣，就都能够得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也能够好好的来思想，让我们更加的领受圣灵的浇灌，还有圣灵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能够传道，也能够听到，听到之后再能够传道。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回到2000年前，将近2000年前圣灵浇灌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并不是一个超自然，而是一个在神你的预言当中，你要把天上发生的事情来告知在地上的众人。而这个事情已经即将要2000年，我们继续在见证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人，帮助人明白。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风的响声，有舌头像火焰一般，更赐给我们口才，能够向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外邦人来宣讲同样救恩的信息，好让主你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求告主名，就必定得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追忆到赦免，前无失散，今被寻回，沙眼心头看见。